咱台湾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已经送到台湾，陆军当地训练。台湾人吴中达今年去乌克兰加入陆俄战争不幸牺牲，是台湾第2个战死的志愿兵。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正做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政府要求各校啊停课1礼拜，员工踮厝上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静。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咱台湾有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是已经送到台湾啦，陆军当地训练。那咱台湾家己做的防空巡航弹进度是真紧，今仔日举办压量典礼。另外，顶礼拜空军的天龙操演因为风台延期，今仔日正式起过。换上2000战机起飞，场面正震撼。空军天龙操演因为空内风台延期，随时正式进行空对空、空对海、空对地顶战机的竞赛，验收年度成果。其中航空科部正考验飞官电导高压的反应。另外，陆军要新装备报道。海马斯多功火箭系统威力正大，场面正震撼。咱陆军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听讲第一批10架已经来啊，这么由陆军的500炮击部直进行接种训练。有关本案，目前都依照工作的节点执行各项的交装和准备的事项，进度正常。海马斯若搭配陆军的战术飞弹，射程会当到300公里，用导引火箭是当一边射6点。短时间内火力的密度正大，而且机动性正悬，会当强化咱无对称战力。加幸运被放入去进行纪念碑，由海军加中信造船签约建造的轻型巡航艇，其中航空器原型舰随时进行安宁骨典礼，总统赖清德特别落难参加。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反舰飞弹，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火炮以及战斗管理系统。会以更高的机动性，肩负起海上巡弋的责任。航空器原型舰是海军第一代各座立级造舰舰艇，将会将航空加反舰飞弹等武器。航空舰的连轨已经成型，2台2500吨轻型巡航舰原型舰，其中航空型进度超前，反舰型今年1月也开始动工，2台拢安装伫咧2026年10月进行交船。海军这么搁再编预算要买10台。和国舰、造舰加国防自主走向新的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和乌克兰相战到达要外3年，咱台湾有一个44岁查甫人吴中达，今年去到乌克兰加入军团，即阵是不幸牺牲，是咱台湾第2个伫乌克兰战死的志愿兵。穿军衫，背景有阵阵的枪炮声，这是伫俄乌战争不幸阵亡的第2位台籍志愿兵阿达。生前翕的前线卫兵，最后伊看视频忍袂住吐大气。甲阿达出生入死，前目睭看到伊倒落去的战友潘文雄，这是被踢到安全地区了后，才向媒体实行访问。想起迄时阵的情形，忍袂住后甜。炮弹的落弹点就在阿达旁边，所以他的腰部被炸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口，那个时候瞬间就失血，他躺在地板上，然后跟我们的队友说他没有办法动。那个炮弹炸下来的瞬间，我们连续3次差一点就当场被炸死。转头回去看阿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他。炮弹弹到阿达的时阵，甲25岁文雄李六公笑，因是今年7月斗阵去乌克兰加入正规军的友伴。伊还原迄一天，雄雄甲俄军伫森林中交战，遭到兵力炮击，甲另外一个台籍医疗兵阿吉带伤兵甲后兵才换来。这一摆共队有22人殉职，阿达就是其中一个。他活着回来以后，都哭得很惨，因为他是我们队里面的开心果。平时他会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呢，他也会去喂当地的小动物，甚至他还会拿军队里面的一些食物、米去分给当地的这些难民。伊讲阿达讲话真趣味，而且心地善良。伊表示继续留伫乌克兰协助阿达处理相关后事，佮签完6个月合约，也透露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当中，连续在内一共有3个台籍志愿兵。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小，所以有可能希望是用委托的方式。来安排，商请这个高雄市政府设立一个
信托的账户的抚恤金能够取得放在这里，那以后能够提供给他的孩子的生活与教育费。甲代志志愿兵保持联络的黄春生牧师讲，已经协助外交部联络乌克兰国际军团，因为大三囡仔未成年，父母年岁已经大，无计划去乌克兰，应该委托乌方处理相关代志，更由代理人去领差不多代表914万的抚恤金。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董监事会正式推选通过，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接任董事长。作为国民一份子，在国家征召的时候，我们有权利扮演逃兵。本人承诺，海基会毕竟以存好心、说真话、做实事的态度承担责任，并且以两岸和平共荣为盼望。今天本人也建议，对口单位海协会同一脉动，同步堆垒善意，进而两会携手，挥别柳岸，迎向花面。吴鸿山表示，咱台湾伫两岸政治坚持主权，总统赖清德伫就职演说就讲要用对话取代对抗，两岸发展和平家业才是上大的保障。针对海基会未来政务，吴鸿山强调伊会详细斟酌，做代志会有站责。相关和中国有关系消息来看，中促党一个干部甲伊的看守涉嫌收中国的钱7400万，伫广播电台、社群平台等等放送统战的内容，小想要影响咱台湾的选举，甚至伊也捌考劝台湾的国军爱投降。这个干部呢，即马是去互检方依照反渗透法起诉。甲通促党总裁张安乐几下摆同齐翕相党内的县长中央委员兼党的发言人，主持的广播节目定讲统战言论，即马互控诉收集办代志。这一次的演习，台独党上下真的有吓到，所以证明祖国大陆适时的宣示台湾海峡的管辖权是必要而且有效的。各大社群平台一直更新影片，尤其两岸议题，讲甲是喙甲全破。检方发现，伊甲涉案家后2人涉嫌用广播甲社群诽谤香港社运人士，佮较定宣扬解放军军规，抗衡咱的国军两岸战的时阵放弃抵抗。原来幕后有黑手，就是中共国台办，予以7400万要求照顾念，无一出领地作战。在其所主持之台湾向前走广播电台节目以及网络平台，介入我国选举、罢免及公投等政治议题，影响我国民主法治之正常发展，严重威胁国家安全。阿波罗互起诉涉嫌反渗透法以外，也涉及中共改选为四大公投立委罢免案。今年初总统大选受对方指示，拢有11项，受要影响舆论倾向，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嫌。7000几万，你哪不爱规矩讲7亿外啦？啊，你7000几万是安怎来？我所讲的言论啦，甲统促党意向的主张拢总共款，并无讲啊，一定受到什么人的好处，较讲什么人的话。面对检方起诉，涉案干部法冤枉，家己的言行，拢甲统促党的理念同款，敢是摕好处完全无关系。也毋过，中共渗透的手法真侪，若是会散布假信息，找大商做媒介，一摆就连政党也互控诉加做这个管道。我相信对于中共而言，他当然会希望说，能够在台湾内部有一些能够组织化的一些团体，那当然就是政党来去帮助中共去实现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些政治的宣传。对方经政党下手，或者分析锁定伫政治便利性，透过国内政党名义间接影响民意。中共为几啊方面来入侵，咱国民众爱提悬戒心，有关单位防范也爱对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11月初5总统大选，根据民调，贺锦丽和 Trump 间那差无到1%。来看七大摇摆州之一的密西根州，这本地是民主党较占赢面。顶届大选呢，拜登伫遮赢 Trump 2%左右。密西根州呢有16张选举人票，阿拉伯人口有50万人，伫全美国是占上济。当地有真侪移民甲因的后代，因为拜登政府伫以下冲突支持以色列，地区选民呢是袂愿甲票转互贺锦丽。而且密西根州呢是制造业为主，
川普经济政见可能就会甲选票挂走。虽然贺锦丽讲伊会拍拼停止加沙战争，不过啥人会当做总统，实在是真歹暗算。美国总统大选最后阶段，两党候选人拢来到摇摆州进行最后的冲刺。民主党的贺锦丽选前最后一个拜六，分别去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甲密西根州做势，希望会当转变伫摇摆州一寡落后的情形。Georgia, we have an opportunity in this election to finally turn the page on a decade of Donald Trump, who spends full time trying to keep us divided and afraid of each other. We're done. We're done with that. 根据上新民调显示，贺锦丽伫全国民调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摇摆州方面，贺锦丽伫内华达州领先3个百分点，威斯康星2个百分点，乔治亚1个百分点。两人伫宾州甲密西根州是拍平。共和党的川普只有伫亚利桑那州领先4个百分点，也毋过全拢是伫误差的范围内。川普拜六先后去维吉尼亚州、北卡甲宾州做势。I put everything on the line for you, and including my life itself. We don't want your money. I don't want any money. I don't want anything. We don't want. All we want is one simple thing: get out on Tuesday and vote. 因为美国大选是采用选举人票制度，除了宾州甲内布拉斯加州之外，赢伫这个州的普选都会当全摕到选举人票。这段摇摆州正做影响大选结果的关键角色，也毋过有摇摆州选民表示，到今还未决定要投予什么人，因为唔知影这张选票敢是真正重要。The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us are the things that neither party is giving us, and so it's literally sometimes lik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because none of what matters to me is on the ticket. 伊强调，确定的是绝对袂投予川普，也毋过有阿拉伯的选民指出，对政府处理以下冲突的态度失望，拒绝投票予贺锦丽，甚至有穆斯林转向支持川普。They don't care about us. I don't care about either. So I'm not voting for either. For now, 1,000,000% I'm not voting for Harris, and I'm undecided at this point. 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西根州有全美国上济阿拉伯的人口，顶届投票大约有70%阿拉伯选票支持拜登，也毋过民调显示，大约有40%的穆斯林支持绿党候选人。川普得到18%的支持率，贺锦丽是以12%落后，也互大选结果真歹无聊。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拉合尔伫11月初3这天，成做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空气品质指标超过300是危险的等级。那拉合尔咧，伫11月初3已经来到1900这么悬啊，是全世界上严重的。空气污染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11月到2月的放火烧残，这寒天一个到，加上工厂乌烟，车的臭气，规个积累就会更加严重。目前当地已经宣布紧急措施，要求各校啊爱停课1礼拜，员工踮厝上班，甚至有一寡餐厅甲工厂拢爱暂停，才袂污染空气。这支棒球队伫茫茫中练球，热爱棒球的巴基斯坦人伫垃圾空气中看球员偷拍甲喷走，这个故事摆写着热烧之权，热烧封锁，我的旁遮普无垃圾空气。这显然是拉哈尔市民上大希望，也毋过初3迄日，拉哈尔第2摆登上全球空气污染的头一名。伊所在地旁遮普省官员，有人做报讲，这种垃圾空气有毒，对儿童的伤害真大。学校应该强制学生挂嘴罨。जरूरी नहीं कि हम लोग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तरफ ही देखें, कुछ हिस्सा हमारा भी है, हमें भी कुछ न कुछ उस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हिस्से में हिस्सा डालना चाहिए। 根据全球空气品质指数，拉哈尔初2数据是1042，初3是1009，达到史上上海，全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危险基准300真侪。当局已经执行包括要求50%的上班族离厝工作等措施。巴基斯坦环境官员表示，有毒的垃圾空气的源头来自印度烧稻草飘过来，要透过外交管道甲印度谈判。
前3日英国伦敦市中心，大约有1.5万个民众上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成立英国的河川加大海有名的歌手演员拢加入，热血和平野生动物信托基金、英国白鱒协会也拢支持。一位美食作家表示，自从水公司私有化了后，英国的河流、湖泊加海洋愈来愈侪污水排入，实在是伤超过。Say to politicians, please act. Unfortunately, 85% of our rivers are failing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good ecological status. 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对水资源监管机构、甲环境署进行检讨，搁对违反现有污染规定的水公司加强执法。英国水务协会 Water UK 先进保证水务系统无啥好，相关运作伤复杂、伤慢，未当搁拖延重要基础设施的升级甲优化。公司新闻温为连编译。西班牙因为上大雨造成水崩山，上无有217个人死亡。灾民批评政府咧无做好防灾，向来欠债国王和总理结讨霉。目前当地要搁咧救灾，不过气象局即马搁发布红色警戒，讲接落来会继续上大雨。国王菲利佩6世来到瓦伦西亚自治区派尔塔镇，伫咧这个大水重灾区的民众拍声扫海骂，并且摕6个煤等国王甲王后。A insultarlo y a todo, porque los políticos no han actuado frente al cambio climático y ahora estamos pagando las consecuencias. Creo que los medios van creciendo y la eficacia también va creciendo. Hay que entender el enfado y la frustración de muchas personas por lo mal que lo han pasado. 菲利佩6世面积高着土，伊甲王后雷蒂西亚的衫也拢垃圾去，两人徛伫咧6个门内边，甲几多位受灾户面对面谈话，想要安抚民众的情绪。总理桑杰士甲法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马松被国王视惨，不过民众是愈来愈生气，因为为安的考虑，因就先离开。国王离开了后，现场的民众就大声喊讲，桑杰士人走倒去，因主要是去桑杰士甲马松。认为政府对这么重大天然灾害有警无靠，救援工作也做了无好。媒体报道有人摕物件等桑杰士，伊的车要走时阵，一个石头讲着。Los cadáveres de las personas que hayan podido fallecer como consecuencia de esta tragedia natural y finalmente empeñarnos en la tarea de reconstruir. 桑杰士伫催里下令部署1万位士兵进驻灾区，伊承认应对这种灾情确实做了无够。这场大水是自2月开始，迄当阵的强降雨引发土石流，甲桥冲甲断去，搁冲入去市区的路的6个玫瑰拢呛入去民众的厝内，真侪社区变作孤岛，无水、无电、无网络。不过，伫咧进行救援行动时阵，国家气象局如果对瓦伦西亚南部部分地区发出相关等级的红色警戒，不过有笑这边强烈的暴风雨未亲像顶边遐尼严重，降雨量应该是90毫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关心英国的政治消息，英国保守党因为大选输甲真忝，党主席苏纳克请辞复职。初二因选出新的党主席巴登诺克，伊是前商业的贸易大臣，嘛是第一个非洲的查某党主席。Anyway, the result was Kemi Badenoch, 53,806 votes. 在委员会宣布之下，英国保守党的新党魁正式选出来了。由44岁前商业及贸易大臣的女性候选人巴登诺克，拍败42岁前大房移民事务大臣的詹里克当选党魁，伊嘛是英国主要政党的头一名非裔女性党魁。And isn't it great that we're the first great party, the first party to have a black leader of the party? It is the most enormous honour to be elected to this role, to lead the party that I love, the party that has given me so much. I hop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repay that debt. 英国保守党因为伫7月大选输予工党，原本的党魁苏纳克请辞复职，了后保守党就展开新党魁选战。巴登诺克伫几个月激战之下，伫初二最后一届投票，摕到57%的党员选票，这做过去8年半以来第6个上有台的保守党领袖。伫非洲奈及利亚出世大汉的伊，早年是伫资讯业界工作，而且伫工作的时阵进入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读法律。2017年，伊进入政治界，叫做英国下议院的议员。过去主张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而且前后伫特拉斯苏纳克做首相的期间入国。
伊当选保守党党魁了后表示，保守党一度为左翼立场之前为中间派挖起，所以必须要回去到党内传统理念，而且承诺会带领保守党革新。如果巴登诺克会支持索小政府，而且领导保守党偏向右翼的路线。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法国有一个15岁少年囡仔，那像是因为家庭暴力互拍死，警察接到报案，甲因囡仔的老母甲后叔抓起来。这个后叔互逮捕的是，佮想要食药啊，行地路，目前检方已经甲伊起诉。穿白衫民众提少年徽照甲花，行伫个法国南部小镇阿莱尼亚街路，为这疑似遭到家暴身亡的15岁少年举行哀悼会。亲戚朋友对雄雄过身，拢感觉真唔甘。Camille, j'ai 15 ans. Emilio, c'était un ami d'enfance, on se connaissait depuis la crèche. On a fait notre maternelle, notre première et notre collège ensemble. J'étais ici pour lui rendre un dernier hommage. 艾米利欧是伫顶个月24半暝被人发现死伫厝内，身躯真侪所在拍甲真严重伤势。伊妈妈甲后叔马上遭到逮捕。警方伫接到报案知影，这后叔捌向朋友声称家己拍死囡仔，才互这牵涉家暴的案件压出来。这后叔伫被抓时阵想要食药啊轻生，目前依然住院治疗当中。不过检方表示，已经就施暴甲滥用药物对伊展开调查。Il y a l'épisode de la cantine où on mangeait 3 fois plus que les autres le midi, puisque ça on ne le savait pas, mais il était en punition le soir. Il y a l'épisode aussi où il arrive à l'école avec des dents cassées et la lèvre un peu balafrée. Donc c'est une chute avec son repère, soi-disant. 这案件或者只有3700人小镇才调解，有关少年确实死因，依然爱等司法单位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站回并评价。根据统计，全世界有超过46000个物种有断种的危机。英国动物园咧开始冷冻动物的 DNA， 把动物的细胞组织保存落来，希望动物会搁活，永远都袂断种。根据国际两边的统计，全球18种虾鱼当中，有一半属于较下白钻或者是对白白钻物种。野生虎的数量也一直减少，100年前有10万只，即马只剩4500只。目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白白钻的名单物种超过46300种。要安怎保育这真危险的动物？冷冻 DNA 加做最后一个风扇。It's really cutting edge, looking at storing not the animal, but the DNA from that animal in such a way that it can be revived, to try and help those species that really we may have lost. 伦敦动物园伫英格兰斯洛普郡这低温杜鹃族，都向零下80度嘅低温的环境杜鹃动物的组织细胞甲 DNA 等上清的样本，希望了后能帮助物种延续生命。This could be an absolutely vital lifeline for many of the species that are literally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We can freeze tissue down, freeze those species down in time, ready really to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at a moment's notice in 10, 20 or 1,000 years' time, effectively still in a living state. 报道指出，虽然目前冷冻 DNA 技术不完整，不过至少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应互这些白钻动物避免甲恐龙同款走向灭绝。在这进程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地禁止过度打捕也同款重要。公司新闻张慧斌评价。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